午早，欢迎收看6月12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苏眉。新闻头起先来关心一站交通的消息。火车明日号昨早起对花莲南平西往万荣时阵，车头向丢一个，后壁车厢嘛对咧渗一个。代替表示，这是因为铁轨路工程造成路基可能的原因。昨封锁断电，今日早起会甲列车的速度降到50公里。铁道迷伫面车铺出豪华观光列车，明日号咧晒影片，暗过列车离镜头愈来愈近，车厢竟然又搁真厉害，甚至车链离开铁轨路，这惊人的画面被翕落来。好佳在最后平安通过，代铁局也做出解释。查看结果发现是10号晚上之后，铁道局东工处在执行南平万荣双轨化工程，在这个地方有施工。造成不慎去扰动到轨道。在伊早起数控数量班次，明日号通过花莲南平到万荣路段出现列车跳动进行，代替正是因为七早暗时铁道局东工处施工扰动到铁轨路，造成路基软着现象。除了先将列车通过限速降至30，也派人现场监视，各地暗时封锁铁轨路征收。由铁道局东工处派员在现场做列车监视。那已经排定11号晚上夜间的养护时间带办理封锁断电，来办理机械匝道，务必将这个区段的稳定度达到规范要求，我们才会提速到营运速度。车经过亲像咧跳舞同款，佮看一摆影片，游玩感觉互人流唱歌，代替金鸡场内大型机具征收用户，要确保路基强化了后，才会将营运速度调整做正常。记者综合报道。疫情的消息，国内昨增加79000外例本土，佮增加221个人染病死亡。咱来看几项新政策。头先因为快筛剂产量稳定，所以对明仔载开始摕健保卡买快筛，毋免阁照身份证的尾号看日子去买。过来是边境管制部分，对6月15日，也就是后礼拜3开始，所有入境的旅客拢改做3天的居家检疫，阁有4天的自主防疫。也若是国际航空飞远途的机组员，若做过3档疫苗，2天快筛一届都毋免隔离。咱国边境检疫政策搁在放松，疫情指挥中心宣布，考虑国内疫情甲医疗量能，并且促进经济甲社会活动以及国际必要交流。下礼拜3 6月15日零时开始，所有入境的旅客自主检疫天数放宽是3天加4天。头前3天有电子围篱袂用出来，后壁4天即要有2天是快速检查阴性，就使出来工作也是采买，而且需要专程挂喙安。第一个，我们今天并没有全部开。好，我们做了总额的管制。那第二个项目我们没有增加，比如大家也殷殷期盼的要观光，这样的团客观光，这我们都还没有开放。另外，国际航空机组员登来台湾检疫计划也对15日零时起来做调整。即月主办3档疫苗的登场航班机组员，应对现行3天加4天改做2天加7天，用检测代替隔离，免搁再自主检疫。也搁无主办3档的，依然是3天加4天的检疫。外界关心边境的检疫放松，是毋是代表9月会使互旅行团出国来旅游？但是中头一摆表示有机会。染疫的率，或是在管理上，或防疫检测，或防疫旅馆等等的管理上，是不是能够上轨道？那当然一步成功，那下一步就加快脚步的可能性就会增大。但是中表示，本土疫情看起来算讲稳定，不过11/6因为电脑系统转动无正常，新增加79598例本土病例，包含早起部分通报较诊个案，所以病例数较多。其中以高雄市新增加13000外例上多，台中市、新北市在后壁也袂少，病例数拢超过1万例。伫中东前新增加446例，死亡是211例。今天这数目是多报了，因为后来系统在修改之间没有办法再回到昨天那个时间点，我们本来有一个截止点，那所以那个截止点就一直延伸到刚刚，才把它算作截止点，所以早上的数目就会把今天早上的数目都加进去，那数目本来可能是明天要报的，然后今天的种子案例要报出去，所以明天如果合理的情况下没有降，就表示它在升了哈。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到6月初10为止，国内本土为着死亡总计有2944例，
进一步分析发现，对发病到死亡的天数，0天到3天占41%。4天到7天占26%，7天以上是33%。对发病到死亡中位数是6天。另外，家用快速检查测试是命济，因为血源有充足，所以下礼拜1、13开始取消单双号分流限制，民众会使依照需求随到随买。记者综合报道。昨公布的446例中重症内底，有5例重症是着 Miss C 的囡仔，其中上少年的才2岁。目前 Miss C 的个案已经有8例。但医师嘛警告讲，未来1个月可能会出现100外例 Miss C 的个案，一年恐计会到650例。确诊数庆管指挥中心11公布增加中重症446例，其中5例重症囡仔得到 MERS-C， 其中上少年是1名2岁查某囡仔。确诊20天了后，雄雄发烧真悬，有结膜炎、操唔治。另外3名6到10岁查甫囡仔 MERS-C 并发混别加急性膜肠炎，目前病情拢有改善。那我们国内目前就是经过研判公布的MERS-C 个案累计已经有8位哈。年龄就是从最小的今天的这位2岁到10岁的个案都有，那其中6位小朋友是在5岁以上这个年龄层，5岁到10岁这个好发的年龄层哦。指挥中心提醒，囡仔确诊6礼拜内继续发烧，而且出现目睭出血等6大症状，要马上看医生评估。卫福部11早起也针对 MERS-C 开临床处置甲案例研讨会，其中医师推估台湾未来1个月可能出现167例 MERS-C 个案。很粗略的用人口的比例去换算，我们的疫情如果跟美国类似，发生率类似的话，我们1年可能会有650个左右的这个MERS-C的个案哦。那用这个比例算下来我们预期在最近我们会看到这个160几位的这个MERS-C。伊分析 MERS-C 的发生可能是甲一寡有特别基因的人伫感染了后会出现失控状况。另外，指挥中心宣布减低囡仔新冠疫苗自第2期计4到8礼拜。前卫福部长林兆贤表示，减低住的时间对预防囡仔 MERS-C 发生有帮助，呼吁家长赶紧带囡仔去做疫苗。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拢开什么大代志？咱做回来看，头先是联合报。因为囝生少的原因，这私立学校小煞停招关门。教育部即阵设学校退场基金，予专案辅导的学校会当伫咧停招退场的这个阶段来申请纳学生安置转头的费用。根据上新的规划，教育部按算逐间学校补助上济2000万，若是学校的状况特殊，会当搁再超测。接落来是中国时报，听2年外新南向双边投资协定 BIA 要重新启动。因为疫情，进前台湾要甲东南亚订签新版的 BIA， 敢若签3国就冻点。经济部表示，今年有机会恢复谈判，目标是甲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订签 BIA。上尾是自由时报，美国5月通货膨胀创40年来新高，密西根大学6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达落到50.2，是1978年有记录以来上低。美国总统拜登就警告，通货膨胀恐惊阁维持一段时间。中国宣布对明仔开始暂停进口咱台湾的猪过鱼，讲有验出禁药。进前中国就捌禁咱的往来这起个染污，即马阁加猪过鱼这项。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就指控中国违反国际贸易的规范，可能会甲世界贸易组织来申诉。去年年底，中国指台湾有2批石斑鱼验出禁药温性控制力甲结晶子，迄时阵暂停屏东2间养殖场石斑鱼出口。过半年，中国海关总署有2批石斑鱼验出温性结晶子超标，为13开始暂停台湾石斑鱼输入。11早起，人伫厝内居家照会农委会主委陈吉仲透过视讯表达遗憾。我想，这个中国违反相关的国际贸易规范非常的清楚，他对我们可能有什么样恣意或是无理的歧视，好，这是 SPS WTO 里面第一个他可能违反的。针对中国指控台湾管控不好，农委会强调，针对110年个案拢有调查取样，拢无检出禁药。国际目标针对检出残留物超标的时阵，大部分以这批废品退分或者是销毁为原则。按过中国直接暂停输入，违反国际贸易的惯例。我们不排除到 WTO 的 SPS 里面再次的来针对这个议题做申诉。
国内石斑鱼主要产区是屏东、高雄、甲台南，不过这2年受疫情影响，出口量剩一半，只剩6600多吨。农委会表示，推估受影响3600吨。养殖发展协会指出，这几年到中国出口量已经减少，不过开拓其他海外市场，好亲像进展真慢。这几年来，大家一直在努力想要开拓其他市场，只是说没什么大的进展。渔业署水平会辅导渔民然后从事强化国内行销，加推出加工冻毒加外销奖励。总统蔡英文11下晡也伫面切表示，中国搁一摆形象通知，单方面停止输入，这是单方面伤害两岸关系，所以要表达严正谴责。伊也指出，中国打压台湾农产品，禁止往来输入，南农已经克服难关啊，这摆也一定能克服挑战。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猪骨鱼甲咱3成内销，大部分拢是销国外。即阵中国禁咱的猪骨，互渔民讲实在强要禁袂落去。屏东县的农业处就讲，进前猪骨已经减持一半，即马嘛会继续找看敢有别国的销路。一早起来到高雄永安饲石斑的水池，业者无用咧饲龙虎斑，照常做工课，无受到假日影响。不过对于中国全面禁止石斑进口，非常无奈。技术好，饲只鱼啊品质好，阁无法度通去销往有需要的国家，安尼就是阮养殖者渔民艰苦的所在啊。业者指出，石斑国内市场只有3成，在几年疫情了后，分送鱼群减少，客网路的通路剩2成，过去价销上悬是每台斤400-500块，目前平均价销160块。石斑禁令牵涉到政治问题，呼吁政府赶紧解决。讲销袂出去迄个已经无过大陆拢倒啊。石斑嘛饲真济，屏东县农业处表示，状况已经有想到，对去年的水果禁令和今年初石斑禁药风波了后，最近几年石斑饲的面积已经减少，转做饲国内需求量较悬的低级鱼种，辅导调整产销措施。这几年我们也有尝试辅导一些业者到其他的国家去啊，比如说美国的冷冻的一些加工品啊，渔产的包含石斑啦，其他的冰鲜的部分，包含日本看也没有办法再谈啦。唔过水产品要推广到其他国家，嘛因为最近海空运输成本增加，各当地市场接受的程度无同款。屏东县政府指出，拢需要更较侪方法来解决。记者李小吴昭权综合报道。立陶宛经济创新部政务处长带官员甲重要的科技企业头人来访问台湾，透早已经到位，计共有4天的行程，要加深2个经济贸易合作。这是咱去年驻立陶宛代表处成立了后，立陶宛政府头一位来访问的处长级经贸官员。这回访问的行程会拜会咱的经贸相关部会，参访关键企业，找出双方合作的机会。国际消息，有美国官员讲，对美国时间6月12开始，坐飞机入境的旅客免阁准备24点钟内阴性证明。另外，美国嘛按算伫咧6月15审核莫德纳6岁以下、辉瑞5岁以下囡仔疫苗的紧急授权。美国拜登政府官员昨日表示，基于科学家资料显示，入境24小时内新冠阴性采检证明已经无再有必要。所以讲，美国时间12点01分起，入境美国旅客无再需要出具起飞进程24小时内阴性证明。过去几个月来，欧洲多国已经陆续解除入境阴性证明的规定。美国旅游业游说团体一直呼吁拜登政府也必须来改进。另外一方面，对着儿童疫苗的注射，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会在6月15来举行会议，来决定是不是紧急授权莫德纳对6岁以下幼童疫苗，也有辉瑞 BNT 对5岁以下幼童疫苗注射。那审核通过，有希望在6月2日开始做。莫德纳的幼儿疫苗是2剂注射方案，用伫6个月到6岁囡仔。莫德纳计划对这年龄层的囡仔注射25微克的剂量。在莫德纳的临床试验中，2剂疫苗必须要隔28天。另外，辉瑞 BNT 的3剂幼儿疫苗注射方案，在5岁以下囡仔内底以3微克来进行试验。在临床的试验中，囡仔必须要隔3礼拜注射前2剂，第3剂至少是在第2剂了后3个月再来做。
Pfizer's numbers are looking quite promising for this 3 dose for these smaller children. And so I think it's a huge step in being able to normalize things for us again. Kids getting back to school, kids being able to go out and be out and about with some reassurance that they're protected. 美国已经将近500名5岁以下囡仔因为新冠病毒死亡，几啊千名幼儿患有儿童多系统发炎症候群 （MIS-C） 也是脑炎这重症。最近美国900多名医师联署来呼吁 FDA 爱赶紧来审查疫苗相关数字，为5岁以下幼儿提供保护做法。另外 ，FDA 下礼拜也审查莫德纳针对6岁到17岁疫苗注射。公视新闻郑婉庆编译。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已经8多天，罗西亚总统普廷真正甲家己比喻做是历史上的彼得皇帝，讲伊毋是侵略乌克兰，是有责任爱甲属于罗西亚的土地拢收回来。另外，麦当劳为着抵制罗西亚，5月中退出罗西亚的市场。即马罗西亚版本的麦当劳商标嘛已经出来啊。俄国第2大城圣彼得堡当地麦当劳金黄色拱门看板，这礼拜正式被拆落来。麦当劳因为俄国入侵乌克兰，违反企业价值，5月中全面关俄国850间分店，退出经营32年的市场。不过，依然保有商标权。最准备接手的俄国版麦当劳，沿用原本的商标甲菜单。俄版麦当劳名号还未定落来，不过商标正式出来。2支米零1条加1条金色圆形代表汉堡做主要设计，背景是暗橙色。This is clearly quite distinctive, not close to the McDonald's brand, and you have still the hamburger shape there. So I think they have selected now a bit more distinctive logo. 俄版麦当劳按算6月12日在莫斯科的普希金广场成立第1间分店，这也是32年前麦当劳进军俄国时阵成立第1间分店的位置。按算会伫全国增加到1000间分店。虽然麦当劳伫俄国有人接手，不过俄乌战争也无停火现象。普京参考第1场面对俄国少年企业家甲科学家的座谈当中，将家己下令接手乌克兰行动，甲俄国前总统彼得大帝伫18世纪打败瑞典的历史相对评论，佮表示家己有责任提回原本属于俄国的土地，暗指攻打乌克兰有历史正当性，毋是侵略。Петр I Северную войну 21 год вел. Казалось бы, там воевал со Швецией, что-то отторгал. Ничего не отторгал, он возвращал. 伊佫表示，彼得大帝建立圣彼得堡，佮宣布做首都的时阵，欧洲无一个国家承认这领土属于俄国。即马情势真无共，也暗示西方国家未来也会承认俄军攻占的乌克兰土地是俄国一部分。公视新闻景元庆编译。全世界气候哪来哪无稳定，南亚面临高温可旱，印度伫咧户外做事的劳工，甲行路去灌水的负责人，拢受到日头的折磨。巴基斯坦是出现无够电的情形，大家拢爱停8至10点钟的电。大日头脚爱着养囝，沙罗烫只脚，甲庄仔搬来拍，涂骹烧烫烫，加上日头一直拍，已经热甲挡袂牢啊！这是印度北部的瓦拉纳西镇，最近印度袂少所在气温真悬，甚至还超过摄氏48度，必须在户外工作的劳工实在是真艰苦。这热天气根本敢若顶发人共款，尤其对着印度妇女来讲是更加歹过。继续的可汗造成欠水，家庭主妇爱行真远的路到大水井去灌水，辛苦摕来的水看起来有寡滷滷，不过民众也无选择，嘛是着啉。真热的天气继续影响南亚，印度今年3月就已经超过37度，创下120年来新高的纪录。巴基斯坦5月竟出现50度的高温，继续高温也造成电力不足。暗时点蜡烛也一直下风，若无实在有够热。民众讲每到有8点钟到10点钟无电通用，家户无度来煮饭，工厂更加直接停工，冲击工人的收入。इतनी महंगाई हो गई, हम क्या काम करेंगे, क्या कमा के लेके जाएंगे? इनको शर्म नहीं आ रही है कि इलेक्ट्रिक वालों को ख्याल करना चाहिए इन लोगों को, गरीबों का。超过50度要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有民众直接是浸伫的河内底，受到极端气候影响，中国广东珠海大雨成灾，土石流甲徛架拢淹台落去，救援人员赶紧甲民众救出来。
大水河也予规路变做河共款，正出动抢冷船来救灾。记者综合报道。当然，看国内，因为疫情的关系，民众较少伫外口食物件，袂少点心大刀了了。亲像台南，即马就有100年的肉丸老店决定要停业。天门有来达到结束营业的告示，这间台南将近100年卖虾仁肉圆的老店决定停业，互袂少民众讲真可惜。因为第二代头家80岁啊，年岁大，第三代伊阁无想要接手，实在成本阁增加。退休伊即马无安尼，强拢市面上无啥看到，啊，所以取材就不大容易。疫情影响的小食餐饮业也拢伫二经，另外一间肉圆店避免互相烧的感染，店内禁止内用，敢若放一道伫店门口，拢互买炸电器，生意真明显受到影响。客人不上门，你就没生意呀，对不对？大家都怕啊！你看现在疫情那么严重，大家都不敢出来了。传统市场尾期状况无好，市府启动50块，市场夜市也关，预计为期2礼拜，每天在大约4个到7个公民营市场甲夜市快速发放，寒冬港来领取使用。相关也会发出200份至500份之间的一个促销券，来帮助市场摊商的一个经济，希望摊商的经济能够好转。人讲50块上少来50块，大家讲哎呦，较少。市场夜市馆头一天发放，大头有感觉到较有买气啊。市府表示预计发出2万张，但因每一人消费200块以上，有400万以上的经济效益，要来协助大家渡过疫情的难关。记者综合报道。考虑到疫情影响物件起价，新竹市对7月开始，老人共餐的补助对一顿52增加到70块，我嘛会当互时代食饱兼营养。做卡无用的煮饭炒菜，无偌过时间，好食料理一项捧出来。这老大人拢排列准备要领便当，看到菜色，大家拢真满意。今天的菜特别好，做得很健康，不会油腻，这样有营养有卫生就好了。新竹市为104年开始提供老大人用餐的服务，迄时阵是参考学校营养午餐的费用，逐顿补助33块，108年调整到52块。即阵考虑疫情影响加上实在起价，7月开始补助要提悬到70块。很多长辈因为小孩或者是家人都去上班，他中间常常就是吃的不营养，甚至就是一个便当吃2餐。那我们希望就是说，在我们所有的人力跟所有的社福照顾都能深入每一个社区。当地里长表示，即摆买菜成本确实较上重，好甲在业者知影食材，拢是要互老大人用餐使用，拢加减会算较俗。即摆要提悬食材费用，对因来讲确实帮助真大。记者综合报道。大稻埕因为是重要的商业中心，带动台湾的贸易发展，佮出真侪无共领域的高人，而且高大嘛保留真侪历史建筑。有一位画家，伊就参考清明上河图的布局，画出大稻埕过去繁华的光景，咱做回来看。它会让影像有点变形的效果，你在移动的时候，仿佛那个人也会跟着移动。无论市集、街路顶顶呈现过去大稻埕的活力，规幅图用汉镜看，那像清明上河图，看的人感觉图内底的人、车船，拢感觉会震动。那的确，我有参考《清明上河图》的构图跟它的作画的那个观察的城市的锐利度，这样观察到人在街道上那个建筑的尺度跟样式，甚至还有一些很多活动在上面。本身建筑底叶家伟以清朝甲日本时代的街路做背景，加入家己的想象，用很快的方式来画大稻埕的全景。大家通伫岛内底看到过去，这200挂栋建筑甲街路的配置，用古今结合的方式，体会大稻埕的青春。它是用各种不同时代，然后曾经真的存在过大稻埕的，比如说建筑也好，街道也好，这些都是有经过照片考据，然后真的就是我真的看到大稻埕曾经发生过这件事情的。这个时间包含到现在。这部青春有时当咧潮化过老好大稻埕展出到7月初，主办单位表示，展览嘛结合一寡收藏家的作品，亲像日本时代的公车票、日本画家所绘台湾地景图等等，希望参观的民众通透过罕得出现的珍藏品，了解历史。记者陈阿文、刘玉水台北采访报道。这回来关心各地头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23度到30度。
中部地区25度到32度。南部地区25度到33度，东部地区23度到31度，华岛地区22度到30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苏比，祝您规工顺心，再会。